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弟子。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特别版第2版。那我们这个承诺呢，基本上它的分章就是章节的分配，基本上是根据仁波切就是在他人生中的不同阶段，在不同时候，在某一个地方，就是不同的地方是根据地点来划分的。那所以到了这一期呢，就从上一期昨天开始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仁波切在印度的生活。那这是第4章心之所属。那仁波切在印度的时间大概是具体，它就是就是怎么讲呢？它具体在印度的时间是从1987年到1992年。那是他遵从上师的指示，就是宋仁波切的指示呢。就是即便在宋仁波切圆寂之后呢，他都继续前往印度出家。那刚刚抵达印度的时候，那是1987年。刚抵达印度的时候呢，首先前往达兰萨拉，接受了在尊者面前接受了出家，就是接受了比丘戒。那接下去呢，才前往南印度的甘丹萨济寺。正式在那里接受寺院的教育。那刚抵达甘丹萨济寺的时候呢，其实甘丹萨济寺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太理想，因为其实当时整体上藏人就是聚点都是相当贫穷的。所以从这张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是仁波切所住的地方，这是牛棚。旁边其实是牛棚，左边那个房间呢，有一些窗口的，那是他仁波切居住的地方。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即便那个图片并不是很大，大家也其实可以看到那些屋瓦其实都已经是相当残旧了。所以其实呢，那屋顶是常年在滴水，在怎么讲，下雨天的时候所以漏雨，会出现一些地漏的现象。那除此之外，你可以想象的这旁边啊，树林啊什么了，那虫啊、蚁啦、蛇啦，这些都是很常见的。那卫生情况也不太理想。那尽管如此呢，仁波切在这里却是度过了他觉得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而且他觉得他愿意一辈子就在这个地方生活，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是他的上司，他心爱的上司宋仁波切所住的地方，而且出家呢是他一辈子的心愿。这张照片呢，昨天也给大家介绍过了。这照片其实是2006年赞都古仁波切返回印度，就带领学生返回印度的时候拍摄的照片。那当时的环境呢，跟仁波切刚抵达印度的时候，其实相差并不远。那仁波切是在那里就让他的弟子们看一看他当时所居住的环境。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昨天所介绍的内容。好的，那今天接下去还是跟大家介绍，仁波切在印度的刚开始在印度的一些生活。好的。那左边这张图呢，是甘丹萨济寺护法殿，那是官方神谕进行多杰雄登和金甲护法降神仪式的地方。那这是护法殿的一个照片。在右边呢，这两张图是仁波切在甘丹萨济寺重要的2位上师。那因为就是他最初的上师，他在美国的时候，首先呢，那上师是堪苏洛桑达庆仁波切。那接下去呢，格西处心格尔钦。那后来呢，就遇到了根本上师至尊宋仁波切。那离开美国之后，前往印度呢，就是甘丹萨济寺里有就是还有其他的上师。那左边这一张图呢，是仁波切，就是他后来他在甘丹萨济寺的主要的上师，那是堪苏祥发耶喜仁波切，也就是甘丹萨济寺的住持，当时的住持。那右边呢，这是尊贵的堪苏拉蒂仁波切。这个堪苏拉蒂仁波切呢，在就是仁波切前来马来西亚弘法这件事情上呢，拉蒂仁波切呢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相当关键的一个角色。
好的，我们再翻开下一页。哦，没有，这一页还有一些内容还没有念的。住在仲拉章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仁波切的房间就在护法殿的对面，那里是秋阳度金神域进行处世间护法，如多杰雄登及金角仪护法降神仪式的地方。仁波切经常会穿过一条狭窄的小路，到护法殿那里去参加殊胜的降神仪式，或者纯粹的去参加多杰雄登护法神每个月的筹供法会。在一次的降神仪式上，仁波切接受一个殊胜的口传，由多杰雄登护法亲自编撰的多杰雄登占卜经文的口传。多杰雄登的占卜或者叫摸，利用一个6面骰子作为占卜工具，能够给予人们无比清晰精准的答案。仁波切从过去到现在都以这个占卜法利益无数的人。仁波切在甘丹寺的9年期间，他闭关无数次，钻研佛法，并且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回馈僧团及社区。这几段主要是介绍仁波切也是跟多杰雄登护法修持的一些关系。这仁波切刚好他住在宋拉章呢，那宋拉章就附近，就是他的房间呢，其实就在护法殿的对面，就走过去就到了。那护法殿呢？旁边的那个地方那个护法殿主要是那个怎么讲？有一个叫秋阳度金神域，一个著名的多杰雄登神域。秋阳度金神域进行处世间护法降神的地方。那当秋阳度金神域降神的时候，他通常接受多杰雄登护法降神，以及就是金角护法降神。那仁波切常常就是凡是有空的时候，他就会穿过那条小路到护法殿去参加降神仪式。那这里还有介绍一个是这个最怎么讲呢？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仁波切在有一次的降神仪式上呢，他从护法就是身上，他亲自接受了多杰雄登的一些占卜。那这个占卜呢，其实是就是后来在仁波切的整个弘法事业生涯中呢，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因为尤其在后来前往马来西亚过后，就很多人会请求仁波切给予占卜指示未来的方向。那仁波切常常就用这个占卜法呢，帮助了很多人，而且那个答案都是奇准无比的。那所以这里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护法仁波切所用的这个占卜仪式呢，其实是多杰雄登的占卜，它是用骰子一个6面的骰子来进行的。好，我们接下去再看另一页，这是很多图片。那这2张图片呢，大家看到的是仁波切跟如果大家认得出来的话，这是仁波切跟堪书强巴也是仁波切的合照。那左边那一张呢，是仁波切在被认证为度库之前，他以一个资历较浅的圣人身份，向上师尊贵的堪书强巴也是仁波切做身语意的供养。那这个供养呢，象征佛陀证悟的身体与言语和意念，就代表我们想要成就同样的佛果位，以及成就对上师们的无比信念。所以做这样子的供养呢，其实是能够帮我们累积功德，让我们能够能够就是顺利的穿越这个怎么讲呢？走向这个证悟的道路。所以这张照片你可以看到，其实仁波切那时候是比较年轻的照片，他当时是还没有被认证为仁波切，只是一个普通僧人。那接下去的这一张呢，就比较不一样，这是比较后期的照片。那在几年后的一场长寿法会上呢，藏度仁波切向他的上师尊贵的堪书强巴也许仁波切做身语意的供养。那这是仁波切已经被认证之后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无论在认证前或者认证后，仁波切对上师的尊敬是完全没有改变的，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他的身份并不影响他本身的态度，无论对佛法或者对上师。好的，我们接下去看这2张图呢，我们再接下去翻开。现在介绍的是仁波切在甘丹寺度过的一段艰难的一个时光。
那首先大家看到上面那张图，那张图是那时候年轻的仁波切还是很瘦，年轻仁波切跟他的上司一起去给鸟儿喂食的照片。在甘丹寺的艰难时光，最初几年寺院生活对年轻而且默默无闻的仁波切来说并不轻松。有一些寺院的僧人的生活费有人赞助，但是仁波切那时并没有任何的捐助。他生活困苦，而且经常挨饿，每天的食物只有糌粑，他会用茶水把它揉成小面团后吃下。然而，尽管他自己的食物并不多，他的僧友们都知道他会将一半的食物分给窗外鸟儿吃，留给自己的那部分变得更少。他也曾给美国的养父母和洛杉矶的同修写过信，请求他们资助自己，但他们都拒绝了。他的父母回信说，既然他已经选择了自己的路，就要自己走下去，不要再让他们难堪。朋友们则说没有汇款到印度的可靠方法，所以也没给他寄钱。在极尽孤独的时候，他就独自坐在自己的小屋里，为经受的苦难而哭泣。这个仁波切刚刚抵达印度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仁波切他当时他启程前往印度之前就耽搁了一段时间。那其实也就是因为因为大家都知道仁波切为了学习佛法，他身兼数职，但是同时呢，他还是要去兼顾到寺院里的学习啦、工作了。有一段时间就是比如说在宋仁波切住在美国的那段时间，仁波切其实才减少了他的工作，所以在美国的生活费其实也很高。所以仁波切其实也欠了一些钱，所以他在前往印度之前，他还要除了为自己的旅费啦做准备之外呢，他还要去还清一些债务。那所以当他真正抵达印度的时候，他其实身上几乎是没钱的。那不只是没钱，那也没有其他人赞助。那我们都知道，其实仁波切前往美国出发前往印度之前，他曾经回到自己的就是在新泽西的家里去拜访自己的父母，去跟养父母道别。那就在那时候，养父母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仁波切决定出家的话，他从此就不再跟他们有任何关系。所以，当然这样子的情况下，更别指望仁波切的父母会给他任何金钱上的支持。而且当时他朋友呢，也都是差不多同样的情况，也没有办法给予支持。所以仁波切抵达印度的时候呢，除了人生地不熟啦、环境啊、语言各方面不熟悉之外呢，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没有。而且当时还不是仁波切，只是一个普通的从外国过来的一个年轻人，不但国籍不一样了，背景不一样了，语言也不通了。而且宋仁波切已经圆寂了，所以几乎是没有人认识的一个人，他当然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有些寺院的僧人生活费是有人照顾、有人捐助的，但是仁波切是没有的。所以他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只能怎么样？他每天就是几乎都是每天都在挨饿的。那寺院所派送的，但寺院当然情况也不好，所以寺院派发的食物呢，基本上是只有糌粑。那糌粑就是青稞粉的意思。那仁波切会就用茶水把它揉成小面团后吃下。那所分配的糌粑也不是无限的，就是糌粑还是有一定的限量的。那即使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当他看到，就是大家都有，就是他的僧人啊朋友们都知道，就是说，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仁波切看到有鸟儿啊，就是有小动物需要吃的话呢，那仁波切还会把自己本身原有的那一份分给外面的鸟儿吃，所以把自己能够吃的就变得更少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印度期间，仁波切都是非常非常瘦的。你可以看接下去我们会逐渐给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照片。那当然，当时那个时候他虽然说他离开的时候已经知道养父母不想再继续跟他保持关系，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他还是曾经跟自己的养父母怎么说呢，写过信，向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资助自己，但是都遭受拒绝了。那养父母其实同样的就是重申那一句话说，他如果已经选择了自己的路呢，那就要自己完全负责，就自己走下去，不要再让他们难堪，因为对养父母来说呢，出家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当令他们难堪的。
那朋友们的理由呢，只是说不方便，汇款不方便。那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确实从美国其实本身可能还方便，但是到印度，就是远隔重洋再到印度的话呢，那个款项方面确实不如今天那么方便。所以朋友们呢就说啊，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所以也没有给他寄钱。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仁波切没有办法，他常常很多时候除了挨饿呢，他是其实也会觉得非常孤单，非常寂寞，所以常常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很辛苦的时候呢，他会在自己的小屋里，就有些时候会就是为自己的经受的一些这样子的一种苦难而落泪。寺院里的条件非常贫困恶劣，募款更是困难重重。一次仁波切在极度沮丧之下，二度逃离到附近的忽必里市去。他躲在一家旅馆里，计划先到新德里，然后再逃到别的地方，也许逃回美国。堪树香巴耶喜仁波切派署名僧人寻找仁波切的下落，但仁波切不停地换旅馆，企图摆脱他们。最后，堪树仁波切放话，如果仁波切还不回来，堪树仁波切就亲自去忽必里市向仁波切下跪顶礼，求他回来。对于自己竟然让当时年届70的上司动用这种方法来劝请自己回去，仁波切感到十分惭愧。出于对上司堪树仁波切和其指示的敬重，仁波切没敢等到上司登门，就赶紧返回甘丹寺。那这段是描写仁波切当时他就是情况非常辛苦，非常恶劣，所以仁波切也展示了就是很跟我们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所可能有的脆弱的那一面。因为寺院它一来他很不熟悉那个地方，二来其实是就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三呢其实是非常困苦非常恶劣，那找钱也找不到，那长期挨饿，所以仁波切当时很多时候就觉得非常沮丧，那也知道就是身边没有人在支持他，所以他曾经逃离过寺院，就是也不是逃很远，就在附近的忽必里市去。那躲在旅馆内，就是计划怎么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再逃到别的地方去。那堪树香巴耶喜仁波切，这是当仁波切在寺院里的上司，他知道这件事情呢，他就派僧人啊到处去寻找仁波切。那仁波切也是不停的在换旅馆，企图去摆脱堪树仁波切的一个追查。但是到最后呢，堪树香巴耶喜仁波切没办法了，他就放话，就是让这个消息传出去，就是说如果仁波切才不回来的话呢，他就会亲自登门上门去找仁波切，而且会向他下跪顶礼，求他回来。那我们都知道仁波切是一个对上司非常尊重的一个人，他对上司的意志心是非常强的，所以听到这样子的事情呢，他想到自己竟然让当时已经整70岁的上司要用到这种方法来请自己回去，仁波切感到非常的惭愧。那所以呢，他很快的就是完全不敢等到上司有下一个行动，不敢等到上司登门，他就赶快的就跑回了甘丹寺去。不久之后呢，情况就有了改善。他在新泽西一位署名卡门切基克夫出家后法名杜登张伊阿尼拉的老朋友，就根据堪树仁波切洛桑达钦的指示，每个月开始给他汇款50美元，相当于1400卢比。这在当时来说可是相当可观的数目。有了这些新的资助，他能够添购食物，修补漏雨的屋顶，增添便利设施，改善自己恶劣的住宿环境。他买了风扇、蚊帐，还在屋外的小道里架起一个可以做简单饭菜的火炉。那还好，情况并没有维持太久了。不久之后呢，可能是就是当时他应该有写信去跟美国就是美国求助。那可能这件事情就传到了堪树洛桑达钦仁波切那里，所以呢，堪树洛桑达钦仁波切就是在新泽西他的第一任上司。那堪树洛桑达钦仁波切呢，就指示仁波切当时就是在新泽西的老朋友卡门，如果还记得的话，仁波切常常去找有一个大姐姐，她的同修卡门切基科夫，常常去跟她借书的。那这个卡门切基科夫呢，后来已经出家了，法名叫杜登张伊阿尼拉。所以这个杜登张伊阿尼拉呢，他当时就怎么说呢？他听从了
堪苏洛桑打庆仁波切，也就是仁波切的地位上师指示呢，就每个月开始给仁波切汇款$50。那$50在当时1987年、88年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数目。那它相当于1400个卢比。这对仁波切来说呢，整个生活上其实是可以起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所以他整个生活就得到了很多改善。就仁波切开始就可以添购食物啦，可以去补一些漏雨的屋顶啦，去增添一些便利的设施，还可以架起一些风扇、蚊帐，甚至可以在户外的一个就是小道上可以架起自己的火炉。那这些听起来对我们来讲都是最基本不过的，其实最基本不过的设施，但是对仁波切呢，却是当时来说却是一个算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终于必须等到有人愿意捐助他了，他才可能享有这些我们觉得基本不过的一个设备，只不过一个做饭的一个火炉，只不过是一个风扇和蚊帐。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呢，他就是在挣扎了好久，挣扎了好几个月，等到有人资助的时候才可能拥有。那可以想象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恶劣的。另一次，当仁波切参访色拉寺的时候，他透过色拉寺著名的庞龙神谕，请示多杰雄登应该如何解决他财务上的问题。在听了多杰雄登护法的建议后，仁波切按照堪苏强巴也喜仁波切的指示，造了一个聚宝箱，然后再把至尊圣仁波切亲手做的聚宝瓶放在聚宝箱内。那这个呢是讲到，就是说仁波切的环境是经济环境是在印度的经济环境、财务环境不好，那他当然是想尽办法就要想改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当时呢也曾经有一次在拜访色拉寺的时候就请教过庞龙神谕，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庞龙神谕是他是在色拉美寺的。所以他透过色拉寺的庞龙神谕去请示多杰雄登应该怎么去解决他的财务上的问题。那当时多杰雄登护法呢就指示怎么说，就指示他建立一个建造一个聚宝箱。所以仁波切呢听从了这个指示过后，他就请教堪苏强巴也喜仁波切，然后跟从堪苏强巴也喜仁波切的指示，就造了一个聚宝箱，然后再把宋仁波切亲手做的聚宝瓶放在聚宝箱内。那这是传统上就是多杰雄登护法的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累积财富的话，这是其中的方法。那右边呢这一张图，就是同样在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仁波切说：“我一直都学不好藏文书写、阅读和藏语，我觉得使用英语交流和学习比较容易。时至今日，我还不会写藏文，而且几乎不会念藏文，我的藏语水平很差。”这讲的是仁波切，我们刚才就是一直有强调嘛，仁波切抵达印度的时候，其实他只会说英语，而印度的这些僧人们呢，除了会说一些简单的淡米尔文、那淡米尔语之外呢，他们主要都是以藏语来沟通。那仁波切他就直到今天呢，他都在说，他其实一直学不好他的藏文书写，他觉得他最习惯还是用英语交流和学习，但他弘法直到今日的弘法，他还是主要当然是以英语来弘法。那间中会传授一些藏语，但是他本身仁波切是很谦虚，认为他自己的藏语水平是很差的，这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说法。好的，那接下来呢？在旁边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英文的一个以英文来书写的一个信件，这是一封信。这封信呢是他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仁波切当时在美国的时候，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在路上遇见的一个女士，那个叫戴安的女士。那这是仁波切给戴安写的信。
那这封信呢，是后来仁波切的弟子前往就是美国去找仁波切，就是找寻仁波切的生活，就是过去生活的一些点滴的时候，就找到了戴安，就是戴安就显示给大家看的。因为戴安就一直把这封信呢留到了今天。那画面上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那其实仁波切的就在信中跟戴安说的话，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对自己朋友是非常关心的。那他有讲到，就是说包括他不曾忘记戴安曾经怎么帮过他，曾经给过100美元呢。还有一些慰问的话。而且与此同时呢，仁波切还不忘了叮嘱戴安要好好做好他的修持。好，那右边这张图呢，这个是从宋拉章的经堂内望出去的一个景象，那就是一个仁波切很熟悉的一幅画面。好，那我想这期的分享暂时到这里，因为下一期呢会开始跟大家分享，就是仁波切重遇现任的宋仁波切的故事。好，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一样 ，sorry， 不好意思，就是再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使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最上慧名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果，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子相属二之矣。祈愿上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位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情，本常住。那好的，我们这期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